显赫安静的花园，忽然互一大阵犹大带来的一群夜倒夜困的仆人的喊声拍过，因将耶稣抓起来，将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甲律法师的面前。伫即个暗暝，伊受出的假见证，搁受许人审判。了后，耶稣受判死刑，就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总是耶稣伫伊最后疼的表现，就是当伊交互遐伊本来要拯救的人手中的时，伊拢无反抗。